英雄当接喺鬼拳嘅强下，喺美国超级英雄连续破坏都市，按照复仇者联盟。第日本成年的杂种下唔少潮水，按照海贼一行人。佢哋台灣咯，佢下冇講行政嚴啲。你原嚟時咯，有一個松香嘅重料假錯，是好多武力，一個武術出神入化，睇睇比下下，跳下來看看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可可客棧，哈哈哈點。啲台灣人接咗讀到有互相嘅朋友 DNA 順行，像係諸葛亮、雙關萬二，有容易。唔過有兩個聲嘅，就冇談過嘅呵。啲原嚟西龍醫類一帶有傳說中嘅客家假草、撞料假草，唔係想撞料，係又想撞又想料，所謂嘅料皮撞骨，上料是撞，也係樣嘅咯。時間轉到當久以前，佢係蒙古人君臨中國嘅時代。嗰陣時有位喺福建嘅客家人想撞嘅先祖，佢俾到抗戰內換遼寧人走，遼寧人咩最熱係自家用嘅當下去，俾到咁樣表阿伯嘅恩情，一位先祖就跪喺後世嘅子孫，愛hand上香料，事後相撞，撞了假錯，轉嚟誕生嚟。時間轉到清朝，一群接一群嘅撞料衝人，突然來到雲林一帶開墾土生發。嗰陣時各種嘅紛爭見發生，客家人當接喺各種衝突嘅優勢出拳，為咗團結，佢哋留分散田醫生嘅總頭嘅衝人，發到自己鋪分，睇下連電來拜阿公婆。而當接談到嘅西路切砍就正式形成咧，安尼係唔得哦，為到每半年起步，撞料假錯嘅表面，必須天道潮流，咱盲練過，連防淄博，潛厲害嘅衝撞武力。有人講天下武功出少年，因為對少年時學轉來嘅阿三師，都可來到台灣開設武館，切砍嘅撞料衝人，從佢飲到爆強樣。你看看呢世界，就天天阿三師打拳頭，外面沒有其他武師干嘢，形成高站門派，連武風潮，是件規則假錯噶。哎呀，得罪客家人，自己就走冇路嘞。西路切砍背面係一部對看鬧熱嘅鄉民，變做本其他鄉民可能鬧熱。1972年，人類嘅故事本破咗200人嘅40級嘅天使卡西路切砍，困難切砍嘅氣味不分，變作為7位武俠高手切砍，對恩恩怨怨一路走到共同對抗日本接觸，基本係客家版本嘅復仇者聯盟啊！唔過最常看啊，啲全球化時代，人討論各種外來嘅英雄，天天唔記得自家文化度嘅各種可能，佢哋頭擺發光發熱嘅客家英雄，未記得有人這個本人所示哦。